喜恭喜，我會用簡單嘅七色嚟配合落去恭喜恭喜度。呢個係你哋嘅右手。咁第一個就係鼓聲一響就舉高手，揈左揈右，揈左揈右。然後第二個啦，就係前奏嘅旋律響啦，就7次，心心棍棍。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5次、第6次、第7次，最後3下中間。咁前奏就完啦，就開始唱歌啦。咁唱歌部分咧，第一招就係劍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心心棍棍，心心棍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心心棍棍，心心棍棍，2次啫。2次之後咧就歌主旋律啦，嗰個副歌位啦，恭喜恭喜嗰度啦，就咁嘅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，然後又再副歌，又再唱，又係劍擊，係啦，跟住咧又重複翻劍擊啦，然後就副歌啦，跟住咧就會有一個長啲嘅間奏嘅部分。咁我哋一開始中間嘅間奏咧，就做呢個檔。4下4次，2下8次，再4下4次，總共有12個小節。嗱，試一次咯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2下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下又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每次中間嗰2個間奏咧長少少嘅，就會打咗呢一個先，打咗呢個檔先，或者叫 T 字。跟住咧就會出現翻前奏嗰個旋律，又用翻一樣嘅第2式嗰個，心心7次，3、4、5、6、7，跟住3下中間1、2、3，然後開始唱第2段歌詞啦。咁我哋咧就會用第1、2、3、4、5第6式啦。第6式就係心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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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右左左右左，1、2、3、4，心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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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右左左右左，2次。2次之後咧，又唱恭喜恭喜啦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然後又再唱翻心棍心棍呢一段，其實呢段嘅做2次。之後咧，又去翻一個長嘅間奏，又係檔啦，4下4次，2下8次，再4下4次。跟住呢個間奏個主旋律出現咧，就又心心棍棍心心棍棍7次，最後3下。然後就唱最後一段啦，第3段啦。最後嗰段咧，我哋有第7招，第7式就係呢個畫圈，用右手畫出去，畫4下，3啊，4啊，跟住帶埋左手，1啊，2啊，3啊，4，左手畫1啊，2啊，3啊，4啊，帶埋右手1啊，2啊，3啊，4。咁啊，做兩次咯喎，一次右一次左，跟住咧又再恭喜啦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，跟住又再畫，又係畫2次，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最後今次個副歌咧，恭喜恭喜要2次嘅，唱2次嘅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恭喜，跟住咧就直接去前奏嗰個主旋律啦，心心棍棍，7次嘅3、4、5、6、7、
氣，嘿，就係咁多啦，多謝。